咁我今日就講翻個 Facebook 點樣做先，因為好多人都做錯嘅。咁啊，我會中意 set 翻高少少，將個點 set 高少少。咁啊，揾翻條 V 型繩啦，條 V 型繩啦。咁我重點咧，揸住佢之後，個人少少隻腳少少微曲啦，個 core 頂實佢，之後向打開個胸腔，之後咧撳低個膊頭。係啦，咁咧就會練到個中下斜方，可以練個肩胛同埋中下斜方，之後慢慢放埋個肩胛出去，臨尾先放埋個肩胛出去，之後一拉開始收緊嘅肩胛，向後拉，打開向後拉。嗱，你可以喺後邊影一影我個膊頭咧，係應該係撳低咗嘅。好，1、2、3啦，睇我膊頭，絕情嘅撳低。錯呢個動作通常咧係縮咗個膊頭嚟做啦，咁樣縮起個膊頭嚟做啦。即係或者冇打開個手，即係冇將個兩手踭打開，打開個手踭撳低個膊頭，咁先係一個靚嘅 Facebook，你先可以練到個一撳低個頭咧，你先可以練到個中斜方、下斜方。你打開個手踭咧，你就練埋個肩胛骨個 scapula 嗰個位置，有一個向前向後收縮嘅動作，係啦，可以。